你哋有睇過80到100歲嘅選美會嗎？其實呢一個唔係真嘅選美會，呢一個呢係我為94歲嘅媽媽大壽特別設計嘅一場節目，好似選美一樣嘅方式，淨係為咗俾我媽媽圓佢一個小小嘅夢想。我亦都邀請咗佢80到100歲嘅老朋友們一齊上台接受呢一個最棒媽媽嘅榮譽。今晚嘅大會冠軍郭玉小姐，芳齡94，身材48，係啊，生嚟，你哋可以揾一個48就俾我冇，揾唔到啊，喺度啊，因為所以佢就係冠軍啊！阿媽你靚唔靚今日？好靚啊！開心冇？開心，親戚朋友，阿姑哋啊，辣到辣啲啊，中媽嚟嘅，好開心啊！其實唔係我哋扮你講嘢，我媽都好扮你講嘢嘅，再俾個掌聲你好嘛？阿媽小心你把刀喎！係喎。就做個樣啦，阿媽係刺激，唔係斬擊。攞個細刀好啲。好啦，俾個掌聲我媽媽，亦都係今屆嘅冠軍，94歲。無法可修飾的一對手。